针对总统赖清德表示讲，政府展开核立厂、核三厂停放的评估，全国废核行动平台早起去行政院抗议，质疑讲政府无讲核废料要安怎处理，嘛批评讲咱国内针对核灾的疏散半径是8公里的应变区上细路，要求政府应该比照国际标准，把应变区至少扩大到30公里。核废料放哪？政府请回答。 反对核电的环保团体聚集伫行政院大声抗议。顶礼拜总统赖清德表示，立法院通过核管法，政府就依法行政。经济部评估了后，表示已经对1个核二厂、核三厂也有重新运转的条件，台电当在准备停放的停事，这引起环保团体的不满，指出核管法修法以后，并无强制要求政府要提出停放的申请，政府无应当把恢复加远的目标放袂记。 环境基本法23条很清楚的规定，政府应订定计划，逐步达成非核家园的目标，是应订定计划。我们走了20几年，终于实现非核家园。赖总统怎么可以跟大家说，去年已经实现了，今年要开始要往核电走呢？ 政府也表示，核电停放要有3项条件：安全无问题、核废料有通解决、社会有共识。环保团体批评这3项，若政府拢无达成，嘛摕日本福岛核灾疏散半径爱30公里来比较，台湾则要求8公里。因认为政府调野若有咧要义安全问题，应当赶紧修法比较国际标准。 我们都知道，福岛核灾疏散都必须要到30公里以上，但是我们台湾只有8公里。你既然要求核安低，我们希望你们尽速修法。 修改这个核子事故紧急应变法，把我们的紧急应变区域能够扩大，这才能真正的保障我们国民的财产安全。环保团体共同要求核电停放爱下民主停事，要明确回应核废料的问题，嘛要修法把核电厂紧急应变计划区扩大到30公里。行政院派代表出面回应，讲会把这个诉求再登去讨论。所陈述的这些问题哈，然后我们会带回去，然后我们会向长官报告。 然后请这个相关的部会来给你们回答。环团认为，无应当把超过40年核安记录的核电厂搁停放。台湾需要用电，政府应当去开发再生能源，也是地质资源，让百姓唔免继续受到核安的威胁。记者卢尚珠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